想打666啊？有冇666眼？有冇666眼嚟㗎？抽唔到唔開心啊，係咪？冇唔開心啊！爺爺禮物咧係送不停，送不停嘅。OK， 好，咁我哋咧先嚟咧講一講啊，超癲嘅！爺爺今日俾嘅價錢真係超癲啊！呢個爺爺真係好好，你哋咧抽唔到，佢驚你哋咧唔開心，又俾一個咧，哇！還是你好哦，我都真都餓得都能走不動啦。麗華菜 ，hello， 嗱，成色全部都係好靚嘅 ，OK， 成色全部都係好靚啊，後邊仲有咧拉鏈嘅，呢一個勁癲嘅優惠俾大家，我本人都係同你一樣啊，覺得大丈夫係勁靚啊，一個銀包嘅價錢啊，你瘋啦！銀包嘅價錢啊 ，B B 們要唔要啊？誰不要？有我出馬，你哋沒有驚啊？啱唔啱啊？我出馬係咪沒有驚啊？包保你哋開心到癲啊！我話俾你知啊，得唔得啊？哇，有優惠券的，我真的要死掉了。好多666啊，一齊開啊！大象灰，大象灰，粉紅色，粉紅色。喂，一個銀包都唔都要嘅價錢啊，大佬！粉紅色，粉紅色，膜貼都未除，膜貼都未除啊！再嚟黑色，黑色㗎，打咩啊？等一陣啊，我咪開曲啊！我俾一個銀包嘅價錢大家啊，超癲啊！聽官你買啦，你今晚咁多優惠券。你買啦，你買完我蝕錢，但係我開心嘅。OK， 嚟啦，大家自己打色噶啦。OK， 自己打色，數量應該唔係好多啊。2999我都唔要啊！別給我寫啊！妹妹準備馬上伸隻手出去，打2999啊！打咗嘅朋友仔再俾彩蛋你。我說不賺就不賺啊！我講咗咧唔賺，我就係唔賺噶啦。佢話我黐咗線啊！黑色咧係貴幾嚿水，而家我一樣價錢俾嘅。OK， 超癲，超癲！你驚搶唔到？黑色貴幾百蚊，我而家都一樣價錢啊！再給我減200給他們。你瘋啦！2799咋？Gucci 銀包啊，而家深少少啊，都3000蚊噶啦。呢一個仲要平過銀包嘅價錢俾大家啊，係咪勁驚喜啊？特別大象灰真係靚到爆啊！佢配咗呢一個咧係銀扣嘅，大象灰色係配銀扣啊，數量有限啊，大家數量有限啊。荔枝皮啊，防刮花嘅荔枝皮啊，大家癲咗啊！喂，銀包都唔止2000零蚊啊，係咪啊？2000幾啊！之前呢，我哋呢係第二間呢鋪頭度見到係4000幾蚊啊，而家係2000幾啊，大家黑色仲要呢係貴幾嚿水啊！我話俾你聽啊！你看我黑色要死掉了，你真的死掉了，我告訴你。係啦，黑色真係過幾蚊啊！快買啊，紙蚊搶啊！新款啊，姐姐們，這是新款。因為咧頭先咧你哋咧買唔到搶唔到1蚊優惠嘅，我唔想大家唔開心，所以我同爺爺講，你一定要好平好平俾佢哋嘅。如果唔係咧，佢哋咧唔開心啊！我都唔開心啊！所以咧，爺爺俾嘅價錢咧係勁抵啊，大家2000幾啊，黐咗線啊，真係黐咗線啊！膜貼都未甩噶，大家膜貼都未甩噶。好，條鏈咧可以除出嚟嘅，大家係啦，條鏈咧係可以除出嚟啊，抵到限啊，2799啊！哇，這真的太便宜了吧！除得出嚟就去買這一條鏈子都1000多2000啦，就去配條鏈啊，都要1000幾2000啊！
條鏈咧係可以除出嚟啊，大家你可以咧掛落你第二啲嘅 Gucci 包包度都可以嘅 ，OK 都可以使用啊。好，我準備讀名啦，你哋要落嘅快啲落啦，截完就冇噶啦 ，OK。2789啊，唔係，係啊，2799啊。好嚟啦，我讀名先啊。落咗單嘅朋友仔，麻煩自己加呢一個 WhatsApp 啊，自己加 WhatsApp 嘅 OK。好，第一個咧係 Eva Van 嘅黑色嘅 YYU 嘅黑色，哇！你哋咁醒嘅，全部買黑色嘅。好 WC 窗嘅呢一個咧大長灰啊 KN Cool 嘅黑色嘅煲煲墟嘅大長灰。風明真嘅呢一個咧黑色嘅 Able Lily 嘅黑色嘅 Mayford 嘅大象灰啊，昌旭生嘅黑色 Linda Tree 嘅黑色㗎，大家抵到爆炸呀，真係啊，同埋咧係嚟